办到这块，无条件结婚，无条件较顺利啦。哦，那么所以就是一个普世法。哦，普世法就是讲，咱所建的福报，只是来世、后世会当有人福报时，哦，拢会当成功，但救赎咱再来讲这个世界。那么咱讲真正必须是小心要素的法，哦，那最好是咱来到小心要素，哦，一旦接受了，一旦真正坚守时间，咱最好是咱来到小心要素，啊，所以说。因此呢，当得佛陀多心多灵多慧，然后多心，咱来是，面对世间在天的所难正常，就是一个佛陀是咱正常来知道。那么有相佛陀来知道，因为以相规范流言缥缈，以不定的爱来到开端。所以说呢，这佛陀是咱的。因为伊就是每次都在咧讲说，伊就是拢总去拜访伊教的，哦，咱咧讲说咧，那么咧有迄个排班咧，啊，咱讲看是咱咧不只咧排班，伊是结婚感官排班哦，感官排班，所以说咧，伊这个所在咧，必须所是所在的，这个所在，那么这个所就是咱。高山哦，那么呢，空中之内来定，变成这个高地球，哦，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高地球呢，伊在啊骄傲，那都比较简单，一两本书，这是贵都变成就是经典，所以现在现在一定要有这个。那么多心，当然都是重心啊，都是。拢基础多，你卡了是难负担，所以讲呢，以这个所在的进行的都在开佛陀，而且这本书也会讲，以佛陀去开佛牵扯，那么不一样，这个各位广告温馨的感觉，哦，这个是温馨的教育。那么呢，以这个这个引领论来构成介绍。那么你给他点说，你这个时候呢，也应文嘛，哦，不是讲你跑到位，一个地方佛陀，未必是单纯东西，那边这个时候很困难，所以可以那些中间，佛陀，以我所听的这些说，但是用这些说，哦，只要在这个经风里面，给大家晓得，给大家说出来，哦。是经常消化了咱的好行嘛，哦，但是这种种爱的德性，像着咱咱的讲的书，天天到每个都知道，是大家来消化，安那不会，大家来消化。